在地人在地情，南投埔里桃美社区的纸教堂有一场声音的展览体验活动，透过一寡装备，游客会当听到当地大自然的声音。埔里镇纸教堂一场声音的展览体验活动，利用喇叭伫有悬有价纸桶顶悬进行组合连接，就会当听到大自然的声音。水流声，水流声，我盖下去就声音。那只要可以看到的这些的纸管，就呼应到我们的纸教堂的纸柱纸管。喇叭会当发出无共汤拖、鸟啊，还有水鬼的声音组合，而且坐伫纸桶顶悬，会当感受到水流的震动，非常特别。好像那个水在流，好像在洗屁股一样。到我们的清水公园去玩水之后，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纸教堂来看这个，来听这个很特别的声音。游客来到这个所在，利用玻璃管啊、喇叭、还有纸桶，会当听到桃美社区大自然的声音。原本展览干到6月底，因为游客拢真介意，就延长到后热结束。欢迎民众前往参观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